来看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会盘对话，顶礼拜伫华府举办，这是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的主谈人头一届面对面对谈。总统赖清德今仔嘛亲身甲经济部佮外交部做伙公开来说明台美未来合作的战略方向。总统嘛讲到讲，在野党当伫北京在进行各项交流，嘛无应该袂记即正做台湾国会上大在野党的责任。面对中国的威胁，未当无买心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甲国防特别条例，敢若进行各项合作，对台湾来讲是真危险。总统嘛爱民众来判断讲是甲美国合作行向国际，还是各项交流对咱台湾还有利。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动盘对话，顶礼拜伫华府结束。这是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头一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车衫带领经济部、外交部，说明双边未来合作战略的方向，伊甲重点放伫供应链安全、关键矿物、甲无人机等等的领域。他希望我们这一套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去，协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稀土供应链安全上的一些韧性。外交部要成立一个无人机外交的工作小组，也包括帮助我们的友邦这个部分也是台美合作的一个重点。总统嘛讲到台美发展经济成果，不过拄好是国共智库论坛当咧北京进行的时阵，由国民党副主席萧福吟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主持。罗总统这个时阵开记者会，外界解读有竞争的意味。我们并不是这个目的，但刚刚好可以让国人做一个对比。到底我们要继续携手美国、日本、欧洲友盟国家走向世界，还是要再度的锁进中国，去推动所谓的2次西进。强调是和百姓比较，政府甲美国合作行向国际，或者是国民党选择甲中国交流，都一种对台湾较有利。总统嘛，佮甲在野党发声，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无应该持续卡关，不能够不审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能够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国共的合作。这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台湾必须要有厚实的底蕴，厚实的底气，要有强大的国防安全力量，才有办法对等的去进行跟两岸的交流。有关两国关系，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罗总统讲真紧就会有结果。嘛，会有立法院后续审议的时阵，会当下过党派的立场，依法审查，共同守护谈判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